你仲喺度住緊香港啲3.0普通住宅啊？不如睇下呢一套中山市區嘅全新黑科技5.0住宅，手上捉住30零個咧，你就可以喺呢度俾首期做業主，仲配埋私人會所俾業主享用。哇！呢套5.0住宅咧實現咗超百米嘅樓間區，呢度專梯入戶，一上嚟電梯一撅咧，全部都係贈送空間，相當於送咗一個房俾你啦。先睇呢一套119方嘅4房 size， 哇！一入去咧就係呢個超5.8米嘅 LDKD 大客廳啦，使用率高達150。4開間南北對流格局，全屋超12個採光面。你見到中央冷氣、智能面板、全屋交付嘅家電以及廚房3件套、櫥櫃、衛浴等等都係一線品牌交付。主人房仲有一個陽台贈送俾你。呢套119方嘅使用率可以秒殺普通市面上300方嘅大平層。5.0住宅真係刷新咗灣區嘅人居標杆。睇完感興趣嘅 call 我，JoJo帶你成為灣區業主。